姜濤心思細密，經常喺作品中加入一啲小巧思，例如孤獨病嘅嘆氣聲、dummy 敲頭動作同 every single time 嘅腳踏聲等，為作品注入靈魂。最新一季嘅 2CL 籃球系列，姜濤貫徹以作品說話，將佢最喜歡嘅10句名言加入喺不同嘅產品系列中，用呢啲曾經激勵過佢嘅說話，鼓勵大家一起努力進步。第一句係籃球傳奇人物 Michael Jordan 嘅 I can accept failure but I can't accept not trying。我可以接受失敗，但我不能接受不嘗試。佢喺多次訪問中強調努力嘗試嘅重要性，意思係失敗只係過程中嘅一部分，放棄嘗試先係真正嘅失敗。呢句話鼓勵人要勇於挑戰同嘗試，即使面對失敗都無所畏懼，因為不嘗試先會係最大嘅遺憾。第二句係 If you don't believe in yourself, who will？ 係另一位籃球傳奇名人 Kobe Bryant 嘅名句，亦係一句廣泛流傳嘅勵志名言，常見於各種自我激勵嘅文章。自信係成功嘅基礎，如果你自己都唔相信自己，別人又點會相信你？面對挑戰同困難時，必先從內心建立堅定信念去克服困難，激發勇氣，以正能量感染他人，獲得更多支持同信任。已故拳王阿里嘅名言 Don't count the days, make the days count。 呢句話嘅核心思想係提醒大家唔好計算日子過去嘅時間，要讓每一天都有價值、有意義，積極主動地利用每一天，讓每一日都過得充實。鼓勵大家珍惜時間，把握當下，追求生活中嘅目標，活出精彩人生。第四句嘅 Obsession beats talent， 意思執迷勝過天賦。句子出處難追溯，曾經喺2022年電影《黑數》中引用過，亦於運動及職場等多個領域被廣泛使用。努力同專注比天賦更為重要，鼓勵人即使冇天分，亦能靠持之以恆嘅努力同執迷於追求成功嘅熱情而達到目標，反映堅持同熱誠喺成功路上嘅決定性作用。第五句 You got a dream, you got to protect it。呢句可以話係姜濤嘅座右銘，源自於一部佢好中意嘅電影。我最中意一套戲都係關於好勵志嘅，叫 Happiness。係咩嚟㗎？係講話一個真實事件改編嘅一啲嘢，咁佢就講話你點樣一個人佢點樣喺一個逆境之下可以去成長。即係佢係一個老公，咁就好窮咁樣，帶住佢個仔。哦，一個快樂就炒股票。Yes，中學啱嗰個係咩 Smith 做嘅？係啊 Will Smith， 我知啦。佢帶住佢個仔去做，嗰個真係。2006年電影《The Pursuit of Happiness》中嘅一句說話，意思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夢想，而為實現夢想，必須加以保護，無論遇到多大困難。切勿輕易放棄目標，更不能被他人嘅負面想法或意見影響，扼殺自己嘅夢想。姜濤總共揀選咗10句佢喜歡嘅名言，加咗喺 2CL 籃球系列，鼓勵大家。可惜小編只係揾到5句，如果各位揾到其餘嗰5句，不妨留言話俾小編知道，讓小編完成呢個系列嘅10句名言完整版。